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8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增加23822例本土病例，有62个人死亡。有国外专家警告，今年秋冬流感的疫情爱特别犀利。昨暗台铁一个司机员和载货车弄到当场死亡。台铁工会按算年底9合预算计迄天要发动罢工。美国联准会昨升23码，美国股市三大指数今仔收盘拢大起，纳斯达克起超过4%。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23822例本土病例，有62个人死亡。高雄全场传出 BA.5 案例哦，相关的接触者目前验出来拢是 BA.2，所以是无同款的传播链。另外，除了高度的抗病毒药啊，昨下晡嘛已经送到台湾，等下检验。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我们今天有23822例的本土病例，另外有149例境外入跟62例的死亡个案。那今天的本土病例跟上周四比就是减少了大概1085例，那差距大概4.4%。在重症的部分有5位的这个小朋友都是这个12岁以下的那其中有4位是Miss C， 那另外有1位是肺炎。那随着我们下一波这个 BA.5 的这个疫情，有预计大概在可能8月中、8月下旬会开始再起，还是呼吁家长可以利用现在这个疫情比较平稳的时候，赶快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南部的这个造船厂的这个一些后续检验的一个情形昨天已经跟大家说明过，有2位的同住家人经过定序结果是 BA.5， 在职场这边目前来讲是有4个案例都检出是 BA.2， 而非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家庭群聚 BA.5 是同一个病毒株另外我国采购的猴痘抗病毒药物，那已经在昨天傍晚这个抵台那这个猴痘的口服抗病毒药是 Tecovirimat 它在就是目前已经通关，那验收后我们将配拨到我们的区管中心国内疫情有诶转好，也毋过部分国家的流行感冒疫情是开始喘，亲像是澳洲因为防疫放零，目前传流感病毒是传甲真厉害。日本的传染病学会嘛发出警告，讲今年的秋天甲寒冷，季节性的流感可能会甲武汉肺炎病毒做伙传，所以建议有会的人、儿童佮有慢性病民众，应该拢爱去注流感疫苗。本土新冠疫情渐渐转好，不过部分国家的流感数豆豆加悬。日本传染病学会发出警告，今年秋冬季节性的流感甲新冠疫情恐惊会做伙夹起来，建议侪岁人、囡仔或者是有慢性病的民众，应该爱注流感疫苗。专家对流感的担心就是所谓的免疫负债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若是25%的话，一个是包含是老人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小朋友脆弱族群或者说所需要施打疫苗的族群来赶快做积极的接种就不会是潜在的威胁了。医师表示，过去2年大家伫咧遵守防疫规范的情形之下，呼吸道的传染病已经消灭甲差不多。不过流感形成的抗体高度嘛降真济，所以当流感病毒过来的时阵，都可能会炭烧。若是搁加上新冠病毒，严重的程度甲死亡率拢会搁较悬。所以风险较悬的族群，就要赶紧去注疫苗，这是对第3季甲第4季重要的准备。另外，高雄某一个船厂的员工去挖到 BA.5， 感染源也不明。不过累计已经有16个接触者验出阳性，伊的2个后生嘛确认去挖到 BA.5， 这是咱国内头一个 BA.5 家庭的群聚案。外界烦恼讲，若是 BA.4、BA.5 伫台湾大流行，上紧伫8月中过一天确诊的人数就会加悬到3万例。因为 BA.5 呢，它事实上是有免疫逃脱的。我个人是预估比较是9月上旬，一方面是很多出国的就回国，群体的一个抗体浓度呢，就大概3个月之后就慢慢的下降。所以在这2个因素加成之下呢，是有机会这个疫情开始上升。咱若敢要开放全民注第4档疫苗来提升保护力，医师认为讲，虽然目前疫苗对 BA.4 甲 BA.5 的保护力也无遐尔好，不过也是会当预防重症。所以会当先予慢性病或者是65岁以上的侪岁人优先来注射。若是秋冬疫情无严起来，少年族群会当等到明年的第1季，次世代疫苗上市了后，再搁注就会用的。记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汉光演习第4天，陆军3206早起伫苗栗后浪的沙坡仔来进行作战演练。今年后比军人头一届参加新制度的教育调级，就拄到汉光演习，所以嘛甲这届的操演看作是一届的科技验收，内底现出保家卫国的精神。红烟碰碰起，宣告作战开始。陆军302旅双臂部队放烟红军，头伫红色铁帽对苗栗抢滩上陆。五军的后备部队早就穿好势咧等待，准备要烧战。汉光演习第4天，陆军302旅后备部队早起做滨海城镇守备，阁有反击作战，嘛演练人员受伤。红军因是人数较济，大多往过铁质油桶，也阁突破上尾的防线。插上红旗占领阵地，后备部队因后撤了后来做防御射击，等待反击的时机。拄遇到兵力差伤济，连长请求营长都要增加兵力，反击部队嘛来投入战场，顺利夺回阵地，甲敌军逼倒去岸边。后备军人因头一遍来参加新制的教调，就拄到汉光演习，来展现出保家卫国的精神。以后会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也会极力去参军，为国捐躯，在所不惜。陆军表示，透过实地训练，互后备部队伫这个真实的作战环境共款。专家分析讲，安尼通互后备部队的人员会当融入实战的训练。前期准备任务都有各项专业专长的复训，让他们迅速能够恢复原有的专业专长。干部来讲他们的战术战法其实还是较招远比较专业。那由他们担任攻击军其实是可以模拟这些招远在遇到突袭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应变？66火箭弹跟102洞迫炮怎么没有拿出来作为反击？不过，后备部队建置火炮的武器并无出来，专家建议讲应该要纳入去赛后的演练，安尼通互后备部队展现出因的完整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透早3点外，代替新庄营到高雄的路段，因为修理铁基路的车败马，铁基路就先封起来抢修，到早起10点半才抢通，嘛造成有车帮延误8分钟哦。另外，早上8点半左右，宜兰车头有一个准备要交接的司机员，行经过铁基路，互当要进站的载货的火车去弄到，当场死亡。火车豆豆驶入沙地厝车头的月台，上班的民众等超过半点钟，总算有火车通坐，拢喘一口气。我是20分钟的那一班3义4义次的，所以我提早来了，但是提早来完了堵不到车。民众上班要白赴，差1点就决定坐客厅啊，代替新庄营站到高雄站这中间，日白透早3点，敢若是因为修铁基路的工程车伤重，咧等我的时阵，害铁基路逼开抓败马，代替赶紧甲东正线封起来并抢修，剩西正线一条双并通车。啊，若抢修的这段期间，车帮平均是慢8分钟。鼓山跟3块座之间我刚刚过去看的地点大概是在爱河底下，刚好在爱河底下，那因为鼓山3块多之间，我们之间还有一个美术馆，可以做车辆的调度，所以说目前影响车子的车次并不多。铁基路伫透早10点半修理好势，详细因端要搁来调查。不过代替的事故唔拿一件。27暗时8点外，宜兰车头一台载货列车入站的时阵，所弄到下过铁基路，准备要交班一个姓吴的司机员。7557次交接班司机员从第2月台北边跨越轨道，抑制4股道交接班不慎遭进站之7556次货物列车撞击。轰弄到的司机员掉伫列车甲铁基路中间，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阵，伊已经过身啊。检察官指示警察人员收集证据，所落来会交予铁路警察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代替代志是真济哦，最近公司化主发协商嘛破局，代替的企业工会不满讲资方无法度针对公司化了后的互利待遇有具体承诺，甚至互利有可能会求水，所以无要搁继续协商，嘛准备要伫8月初2的理事会议来讨论讲年底到下一选举迄天要发动罢工。代替劳资双方27针对公司化主法召开第5届协商会议。
工会提出公司化了后的福利金，还佫有实收资本额议题。因讲代替若无增资，公司若开门就会随了钱，到时可能颠倒会出现福利求水的情形。若资方是认为讲，公司爱趁钱，才有法度来增加奖金。经过1点钟到15分的讨论，工会宣布提出协商，韩文向劳动部申请调解，而且预告到下一大选的时阵，毋但可能会依法休假，还佫有可能会全面罢工。中秋节、国庆日以及921大选，921大选的部分，我们有走2条，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取得我们要做一个合法的一个罢工的一个程序，921不只会一天来行使我们的权利，我们会更扩充。针对这点，代替回应讲，针对工会关心福利金提拨的议题，工会要求代替公司化进前，应该要提拨福利金60亿。不过，资方认为讲，这个金额比其他各样公司成立初期提拨的金额要搁较济，嘛无以公司化财务试算收入为计算的标准。资方讲，劳资一直拢无共识，会继续来进行协商。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一些关键的问题没有谈好，我们还是需要协商啊，要持续协商。针对工会提出公司化主法协商会议，宣告准备要伫中秋、国庆，也佫有9合1大选等等重要的所运日，集体袂加班，甚至伫选举迄天发动罢工的行动。代替干那表示，局长杜美会佫亲身带主管去甲工会来沟通，希望伫福利金也佫有关键性职务加急的议题，会当有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蔡英文早起接见日本国党派的国会议员组成的苏克日本安全保障议员的访问团。蔡总统对日本前首相安倍不幸过往表示哀悼，嘛强调讲台湾甲日本合作，才会当来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我们知道，守护台湾不只是为了守护主权，也更是因为就区域战略安全而言，台湾是第一岛链上非常关键的防线，我们会跟日本以及其他民主伙伴继续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ウクライナの状況をめぐって総統閣下が自分の国でできることは自分で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自分の国でできることをしない国をどの国が助けてくれると思うかということを国民に向けて語りかけられました。大変感銘深く拝聴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表示，美国、日本有同盟决议，也就是讲亚太地区若是发生战争，要安怎回应？美国甲日本的爱心协商来取得共识。石破茂是认为双方按什么采取什么行动，目前并无共识。蔡总统嘛强调讲，台湾、日本除了有安保的议题，另外台积电伫日本的成本来设厂，这嘛是促进双方的经贸合作，深化台日的关系。再来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伫伊的新册有学了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带兵又搁带心，那也就批评陈时中是中共的共路人。陈时中是讲哦，即马毋是文革时代，但毋免坐文理家。针对内河交通的问题，台北市长郭文地是讲哦，有才调就提出解决的办法。蒋万安嘛讲，无法度提出政见，就做一般的市民就好。拜访摇摆选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透早去树林参访艺文中心，因为伊伫自传新册内底学了中共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会晓带人，阁会晓带心，伊反那样批评讲是中共的共路人。针对这点，陈市长反击讲，即马毋是文化革命的时代，唔免用文字的方式来解脱。到了一定的年纪，对各种事物，当然有一些参与，有一些经验，有一些感觉。我们现在不是一个文革的时代，犯不着作文自喻。陈时中本来要组的是中国台北队吗？难道他也是中共同路人吗？选战攻防，台北市长郭文地甲陈时中两个人最近因为内河交通的议题是一句来一句去。郭文地批评讲，莫讲遐有诶无诶，应该提出具体解决的方案。蒋万安嘛甲口说讲，若是无法度提出政见，归去做一般的市民就好。难道民进党现在选举只需要口号吗？陈时中要来参选，却提不出政见，
那我看他就好好当市民就好。在内湖这样的交通长远以来，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历史的共业，没有必要再做口水之战。怎么样来解决问题才是重要的。现在上山机场敢要换所在起的议题，但是中认为讲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需要大家做伙来讨论。在选举的时阵，雄雄提出来讲，真明显是选举的操作，不是对市政建设的愿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台国法所的论文防指控抄袭，台总是开学术伦理审定委员会哦。林志坚方面声称讲调集人苏宏达应该回避，也毋过互委员会驳回。林志坚方面嘛质疑讲苏宏达讲这个案是丑闻，啊未审就先判咯，所以应该爱回避，嘛强调讲因会阁提出复决。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论文抄的风波摊烧，台27针对论文证据召开学术伦理审定委员会，不过林志坚无出现，因为林志坚电影这期审定会召集人苏宏达无审先判建校台，要求苏宏达应该回避。经过委员讨论表决了后，当即决定驳回回避案。林志坚电影将依法提起复决。依照行政程序法第33条第3项的规定，我们律师团在收到公文之后，也会提起复决的救济。林志坚电影礼拜召开记者会，针对林志坚台国法所论文防控抄的代志，为林志坚用第一人称写作、研究架构、研究变数等写作。对照另外一位当事人吴正宏论文，证明林志坚的论文是原创，绝对无抄的。于先生他所使用的这个内容里面，他一样使用我们，可是问题是，这并不是他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这个是他拿到第二手资料，也就是林志坚市长所提供的这个民调资料。那既然不是他做的民调，他使用我们这个第一人称就会很奇怪。我由衷的期盼说，学人会能够去厘清这些相关的这些资料哦，然后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情况之下，还我一个清白。林志坚强调，家己的论文绝对无抄，包括民调、研究大纲、研究内容，拢比吴正宏较早，请外界检视伊的答辩书。唔通过错误的传达，相关资料拢已经送到学伦会，唔望学伦会会当公正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劳动局长陈信如传出涉嫌用特别费去买因翁公司的红酒，检调将发动搜索。陈信如证实了是20万交保。台北市政府指出，政风处调查认定讲局长无利益回避，确实违法。市政府是尊重司法的调查。大家辛苦了。台北市劳动局长陈信如爆发出涉贪的争议。检调27即天发动搜查，以嫌疑人的身份加约谈，透明问话了后，陈信如以20万交保。我觉得很委屈啊。对啊，对于那个交保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就还是尊重。有真侪问题拢无做正面的回答，坐车紧人讲。检调甲约谈，因为陈信如以首长的特别使用费涉嫌不法。对几落10块到上100块，有真侪条细条开销是以为了同仁做伙食饭来核销申报。所有检调查出讲，大部分拢是经伫伊放假的时间，地点佫拄好是伫伊住的即块例仔遮。不二个，毋若是报销无清引起谣疑，甚至还佫涉嫌讲护短小额，用特别费甲因翁成立的公司来进行采购。我们的政风处也有主动调查，那么调查结果是的确在相关的报制的部分有违反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回避法。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自己已经送到监察院了。局长的职务的部分呢，他会不会接下来可能会需要请假，或者是需要职务的代理？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也会来做讨论。陈信如各方别行讲有几落条上万的开销，伊拢无避嫌来甲因翁开的公司买酒。北市府表示讲。经过政风处的调查，认定伊无做利益回避来构成违法，已经送监察院。陈信如的风波连环壁，头起先是互谣疑是行政无中立，即摆又搁涉嫌贪污，检方嘛甲专案以贪污治罪条例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抓到一个诈骗集团，用投资虚拟货币来诈骗民众。佮伫面册顶财，有去找头路的民众和诈骗集团来限制行动，佮爱交出银行的口罩、甲卡片，佮有网络银行的密码。开出手铐，警方并分3路前往嫌犯伫高雄甲台中所藏的所在找人。4月到6月，警方拢总发动3届搜索，陆续抓到张姓主嫌在内16个人。这个集团以投资着虚拟货币方式骗了35个人，不法所得300万。不过警方发现，这个集团伫特定的面册馆顶发布要找人的消息，等民众来应征，就爱对方交出着银行的账户、提款卡，啊，佮网络银行的密码，啊，佮甲人扣掉的。控制其行动自由，达将近1个礼拜的期间，在这方面，他们诈骗集团有请专门的小弟来看守他们并不时的出言恐吓。警方表示，目前已经有4名受害者会扩大清查，而这些人大部分拢是因为头路找袂到，想要赶紧找到头路才防骗。这些求职的民众大部分都是比较没有稳定的收入或工作，诈骗集团也都会利用民众这个心态在上面鼓吹或是怂恿。警方提醒民众找头路进前，就要加探听，若是互要求爱提供着账户的密码，等等这种无合理的要求，就要警觉有问题，千万唔通防骗。专案嘛以诈欺，佮有组织犯罪等罪嫌，将移送予高雄地检署。记者王柳婷、明昭宽高雄报道。今年军公告调薪4%，也毋过全告总是指出讲，目前政府调薪的幅度会当讲是侮辱甲停发，因呼吁军公告的调薪应该爱制度化。台北市正出名的补习家，一直拢有专门咧拼公家考试的补习班。不过，公务人员对即马一寡少年人来讲，毋是阮妥当的头路，无一定要抢一块。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去加薪，就是用年资去加，而不会因为你比较努力而怎么样。对，所以就是考量点会比较低一点点。全高总甲一寡团体指出，讲即几档考公家的人数变少，若公务员吸头路的比率煞提悬，主要的原因就是公教人员对袂到民间咧调薪水的速度，伫社会地位切落来，就没有办法吸引到有热忱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劳工投入这样的一个教育服务，这其实是国家社会的损失。为着要争取公家起薪水制度化，全高总以民间薪水的水准甲物价指数做标准，提出侮辱指数甲处罚的指数。106年到109年，民间的企业逐个月薪水成长幅度是7.29%，不过111年军公告敢若起4%的薪水是重度的侮辱。若106年8月到110年7月，物价指数成长3.56%，无达到处罚的认定。整个经济的一个成长应该是全民共享、全民去投入的。结果为什么公教人员的一个调幅会赶不上民间平均薪资的调幅？那这不是羞辱，什么才是羞辱？公告人员112年敢有要起薪水，要起偌济，最近就会当知影结果。全高总强调讲，会用侮辱甲处罚的指标来判断行政院调薪水的政策，敢是要继续侮辱处罚公告人员。记者综合报道。亚洲升级大电今仔开始，因为这几档疫情真严重，升级实验嘛愈受到重视。工研院最近就开发一套无需要 X 光，就会当来检查细胞的动态影像的技术。佮有学校团队利用细胞平台来进行药物抬算的实验。里面呢是海绵，那我们后面呢就是把讯号接出来。伫香港微上这条利用传导纺织布料所打造的速度。唔免经过CT断层验影，还是电光，就会当轻松检查细胞的动态影像。只要用很小的一个电流，而且它没有辐射。COVID-19 现在流行之后，肺部的损伤、动态的一个变化的话，它的功能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发挥它的功能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借助我们这个电阻抗成像系统。新冠肺炎疫情最近几年伫全球继续炭烧，所以甲胸腔呼吸道等相关疾病症状的应用也渐渐增加。
央美交代团队推出一种细胞平台来进行新冠病毒的预防、甲药物筛选等几项的试验。其实就是一个细胞的实验而已，初步的筛选说候选药物或是候选食品等等之类的，它是不是可以有预防的功效，或是有降低发炎反应，或是甚至是纤维化的一个作用。以家园两倍为基底的材料，甲细胞融合，搁放入机台。传统实验室需要1礼拜才会当培养出来的细胞组织，即马只要30分钟就会当做好，对肌腱、心肌组织等损伤修复带来一大进展。温感生医材料还有我们这一台，它们结合在一起以后，我可以在手术房里面直接做操作，把细胞跟材料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成片我就可以直接应用在像心肌修复、韧带修复，还有皮肤损伤的修复做使用。2022年亚洲生技大展汇集15国，超过50间上市柜，甲500多间大厂，聚焦疫后发展，并将生医产业为研发到完整供应链进行整合串联，期待会当带领台湾的生技产业伫国际间会当更较有好的发展甲发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为着要对抗通货膨胀，美国联准会昨搁再升利息，这届是升3码哦。佢讲未来嘛，搁会继续升利息，所以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收盘拢大起，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是起超过4%。这间3间房间2间变数的厝要卖89.800美金，贷款的成本增加，和美国南加州一寡热门地区的厝无亲像以前介绍遐好，介绍一直降。As far as the housing market, yeah, it's going to definitely continue to cool things off. 透过提款贷款的利率和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或者是商业贷款的成本变悬，和消费者甲企业甲袂去借钱甲开钱，亦和经济降温减慢通膨。这是美国联准会控制通膨的手段。联准会27日头宣布，搁再升利息3码，而且有可能继续升利息。High inflation imposes significant hardship, especially on those least able to meet the higher costs of essentials like food,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which is the second 75 basis point increase in as many meetings. While another unusually large increase could be appropriate at our next meeting. 这边升利息影响消费者甲企业贷款的关键利率，提悬到2.25%到2.5%之间，也是2018年以来上悬的水准。联准会甚至在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放慢的情形下，依然积极升利息，进一步有可能出现今年年尾或者是明年会有经济衰退风险。在这个月中，国内6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加9.1%，创41年来上大起爆。愈来愈远的通膨和消费者无信心，对经济正担心。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罗西亚昨表示讲，北溪1号天然气的供应量要来减量提供哦，只要提供现在2成，这嘛造成欧洲天然气的价销一起就起2%。西班牙嘛出面强调讲，西班牙有材料会当来供应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嘛表示讲，会来增加提供欧盟国家需要的电力。罗西亚供应欧洲天然气的代志，即嘛罗西亚搁出手啊！而且因甲北溪1号的供应量搁再减一半，敢若剩20%的量。德国政府证实这件代志，而且强调讲北溪1号的机器并无发生任何的问题。Die Bundesregierung die erneute Reduktion der Gaslieferungen durch Gazprom zur Kenntnis genommen hat und die Lage sehr genau beobachtet. Die Lieferverträge werden zum jetzigen Zeitpunkt nicht eingehalten. 伫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进前，德国有一半天然气是为罗西亚进口的，大部分是用北溪1号来运送。运送的量伫6月底已经降到1/4。不过因为罗西亚减量供应，欧洲天然气的价销平均是起2%。面对天然气的危机，欧洲各国寻求对策。西班牙总理伫咧访问波兰的时阵表示，西班牙有能力加做欧洲主要供应天然气的国家。Vamos a poner a disposición, ya lo estamos haciendo, de nuestros socios europeos toda esa capacidad de regasificación. Creemos que España cuenta con la oportunidad de convertirse en un hub de gas natural licuado para poder exportar y ser alternativa al gas ruso por parte de muchísimos países de la Unión Europea. 因为战争，致使乌克兰的日子是真歹过。3月中串联甲欧盟的电网，为欧洲得到紧急电力，而且已经伫6月份开始向欧盟出口电力。
德伦斯基表示，接续会增加对欧盟电力出口的量。Готуємось до збільшення нашого експорту електрики споживачам в Європейський Союз. Попри таку війну, ми забезпечили рекордний термін приєднання енергомережі України до енергосистеми всієї Європи. 不過，羅西亞甲減少供應天然氣的情形，攏講是技術問題。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貝蘇科夫講，制裁地輸設備方面的技術問題，讓羅西亞無法度出口更較濟天然氣。不過，歐洲國家認為講，羅西亞減少供應天然氣是因為政治的考慮，嘛是對歐洲發動的能源戰爭。公司新聞鄭偉仁編譯。世界衛生組織昨表示講，全球高豬的病例已經超過18000例，有78個國家攏有病例，歐洲上濟哦。目前歐美國家嘛已經開始出高豬的疫苗，也毋過有專家就指出講，高豬主要是動性的性行為傳染的，所以疫苗是用來預防甲治療，無需要針對一般的大眾大規模來做。美國紐約市猴痘病例燒話真緊，街頭出現真濟民眾排隊要注猴痘疫苗。 It's not only outside in your skin; it's inside of your body that you have all of that damage. So I think if we can be preventive and prevent the people that we love. 世界衛生組織第27表示，目前全球78國通報有超過18000例猴痘病例，70%集中喺歐洲地區，25%喺美洲，死亡嘅個案有5例，差不多有10%嘅病患因為咗要控制破病引起嘅痛痛，住院治療。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to reduce the risk of exposure. That means making safe choices for yourself and others. For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this includes, for the moment, reducing your number of sexual partners. There are also challenges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vaccines. There are about 16 million doses of MVA-BN globally. Most are in bulk form, meaning they will take several months to fill and finish into vials that are ready to use. 像美國芝加哥就有疫苗供應量上少的情況，當局已經宣布伫食品藥物管理局批准了後，準備向當地來提供額外78.6萬劑猴痘疫苗。目前有真濟國開始咧做，法國巴黎有一個新的接種中心啟用2天就已經滿額。不過，環美衛生組織有專家認為講，應該以治療加預防做手段，唔是採取預防性的大規模接種。No es una vacuna que se recomienda para población general en masa. Es una vacuna que puede ser utilizada, como él decía, para posexposición o preexposición en casos. 4月23宣布講，甲猴痘病例列做是國際關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嘛是上關坎級的警報。不過，這項宣布無代表講，這個疾病有特別的小衛性，也是致命性。公司新聞黃雲玲編譯。 台中市長羅秀燕昨下晡動開手術，目前是擱在住院，所以嘛向議會請假。議會嘛按算講要等下市長出院了後，再來做施政報告。也毋過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游淑慧就批評講，民進黨台中市長參選人蔡其昌的支持者，攏會考察市長的健康狀況。 台中市長羅秀燕正前跋倒正腳腳目腫起來，請假去看醫生。27暗時，擱佇面冊刊文，講去動3點鐘的手術，甲盆胛骨附近的血角清出來，目前人也咧住院。台中市議會禮拜開機，羅秀燕遵照醫生的建議，擱請假2天。29的施政總報告嘛確定無法度參加。民進黨團打的要求講要調整議程。 醫生的建議呢，那麼至少呢需要請2天的假哈，那麼後面呢就要視呢醫生所觀察的復原的情況來決定呢這個假期是否延長。議程的調動是必然的，尤其是市長施政報告這個議程到底要到什麼時候再來舉行？我們是希望說，我們可以等市長讓他的身體狀況允許的時候，我們再來進行。 不過，羅秀燕受傷，煞閣引起選戰的紛擾。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游淑慧就牽相批講，民進黨台中市長參選人蔡其昌的後援會群組有支持者提起，年底就應該讓羅秘書好好政綱，批評日行是領會。蔡其昌禮拜拜會台中市議會民進黨團的時，強調伊是誠心祝福羅秀燕早日復原，希望雙方的支持者冷靜，甲重點放佇咧政策的討論。 我要誠心祝福盧市長早日康復。那雙方的支持者，包括也很多人對我的攻擊，或者是說我眼睛小啦，哦，說我這個怎麼樣？我想大家盡量在政策議題上面交鋒。
国民党甲民进党拢讲，希望卢秀燕好好休养，所以透过党团协商，建议议长赵清照调整议程。今日市府是表示会尊重议会安排，全力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有一个3个月大的查某阿婴仔，伫一间私人的托婴中心因为无喘气、无心跳，被送去主治病院急救。也毋过因为脑部灼伤真严重，抢救7天嘛是不幸过往。家长是指控讲托婴中心的甲社会处拢爱负责任，县政府嘛已经展开调查咯。画面内底这间吉安乡的育婴中心，昨时发生一件查某婴仔袂喘气的案件。不过监视器的画面，撮起有一粒做药家的球砸咧，敢若听到查某婴仔连续哭20分钟，拢无人甲插。唔知影内底的人员是安怎迄当阵无去甲囡仔看一下。我是供称说孩子在哭，那他把他翻身就变成趴着。那但是这个影像的部分就是有一颗很大的一颗球挡在那里，所以完全看不到保姆过去做了什么事。互家长心搁较疼的是，这个囡仔送病院急救了后，虽然捌恢复心跳，不过想要了解伊的身体敢若有受损严重的程度，所以拢无法度知影。规过程嘛，找无相关单位来协助。管理员批评县府社会处根本就失灵。证据保全的影像取得一波多折，法律咨询缓不济急，警政报案家长要自行摸索，医院术语难以判读的时候，没有人协助。县府讲事件发生了后，有派人介入甲调查，不过案件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的阶段，相关的细节也无法度公布。我们同仁呢，除了立即启动行政调查、社工保护的调查以外，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也随着案情的一个变化跟发展哈，那我们也邀请各领域专业的老师来做指导。议员嘛质疑讲，五县市拢会照卫福部制定的托婴督发甲处理流程来处理，是安怎敢若花莲县无遵守规范？因为这个案件是花莲最近这10年来头一件托婴死亡的事件，要求县府就要制定托婴中心面对危机甲突发事件处理的流程。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试办苏花改开放大型的重型机车会当上路，即马嘛搁在规划要开放白牌的机车。公路总局是表示讲，目前已经有提出4个方案，交予交通部审查咯。去年9月，大型重机开始试办行苏花改，经过检核了后，评估安全无问题。交通部因此评估白牌机车通行苏花改的可能性。提出包含依次快车道、混合车流行驶、开放路径，提供白牌机车来行。路径规划做基慢车道，也佫有取消路径、规划车道混合车流等4个方案。开放白牌机车，第一个最重要的，也就是绝对不能妥协，就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好，那所以我们所有的方案基本上都是会用安全作为最高的一个考量。因为旧的苏花公路有可能落大雨过落石头，安尼会危害到白牌机车通行的安全。机车族对这个苏花改未来会当来开放予白牌仔车来行，乐观其成。如果说只限定特定车种通行，这个不符合它原本盖这条隧道的那个比喻原则啊，就是和它的初衷完全是相背离。隧道里面让它变成是一个混合车道，我觉得这个不好。路肩上面划设一个大概比如说1.5米的机车的车道，汽车的车道也是一样是一个车道嘛，机车的车道也一个车道，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学者强烈建议讲，伫个规划顶悬唔通混合车道，也若无较会增加交通事故来发生。对这件代志，公路总局强调讲，4个方案拢已经来提报交通部做审查，核定了后会试办，搁再评估正式开放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无欠水，也毋过台中后里的农民煞无水通用，当地里长指控讲，河水拢引到鲤鱼潭水库，水库拢满了，农民煞无水通捧田，播田的时机嘛受到影响，实在是真过分。无水灌溉，农地大面积逼开。台中后里的农民最近急到要死，需要水来捧田，竟然无水通灌，那水果唔来，损失会真惨重。做规冬，除了个练鱼，就四修就免管。咱少年人有一个家庭经营，你今仔个无修行，你看少年人明仔去自杀。环保团体协拍画面，27月20号前往士林苑发现满水位水果流出来，
当地里长批评农民的权益完全毫无视。为什么我们那个士林院会把所有的水全部都拦到梨潭水库，让梨潭水库做满水位去溢流，然后大安溪下游大家在苦哈哈都没水可以用。当地是采5天半，轮管一届，农民指控无水通用，是因为因老户科学园区使用，根本顶靠工业来牺牲农业，无人质疑是防引起做水力发电，农水署保证会尽力来协调供水。我们也会协调这个中水局这边在整个用水无虞的情形下，可以尽量给我们这个满足这个田间的过来用水啦。受冲击的农户大约是占当地4成耕地面积达到5成6，农民伫当地抗议无效，搁一届北上开记者会之前，针对工业抢水的问题，中水局强调用水落实宽平承诺，有维持生态居留量。记者王庆忠台北报道。咱再来看台南市后壁有一间保存了真完整、有代表性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旧厝哦，传出讲即马厝主准备要甲伊卖掉。台南市的文资处就赶紧把这间旧厝指定做鉴定古迹，来评估保留的价值。虽然是偏乡里，但是行入去台南后壁车寮社区人潮依旧袂少。不过，就伫老街边啊，一栋起用围起的老厝，最近传出要卖出去。台南市文资处是赶紧打上鉴定古迹的公告，引发当地关注。花了4亿盖的豪宅啊，那也是我们来到五米的必经的一个景点，那也见证了当时金寮当时从日据时代的繁荣与热闹，才有这样的自保性的建制。这栋老厝是1928年由当地首届总长黄水顺兄弟来兴建，水面梁上佫会使看到 AD 1928甲 JD 2588的字，代表西元1928年已经日本天皇年代，更是当地境内现存上完整、上具代表性的巴洛克建筑。当地人是期盼市府对原体的保留活化，应该有更较积极的作为。我们觉得，假如卖的话，有缘人愿意把它买下来保存，那是最好的。是透过这样的方式，那也取得屋主的同意，可以把这个有历史性、有纪念性、地标性的房子保存下来。目前这个暂定的一个程序是从7月26号开始。那在整个审议期间，那文资处会来跟所有权人联系、安排、说明一些文化资产的一个相关注意事项，包括权利、包括一些义务跟一些相关的一个规定等等。原体是伫车寮老街观光景点内面，目前老体头前已经去互建商买走，准备起厝。不过老体本身是鉴定古迹。伊的效力就亲像古迹，袂当定义来拆除。正伫审议的程序办理文化资产的价值评估，如果审议的结果通过，就会使开始争取进行一连串的修复工程。去江政府台报道。心脏病是国人10大死因的第2名，去年都有21000个人因为心脏病死亡。有一份上新的调查嘛指出讲，全台湾大约有46万人有心脏衰竭的问题，嘛无去看医生。意思是提醒65岁以上的民众是心脏衰竭高风险的族群，有超过一半可能会伫5天内死亡。意思嘛呼吁讲，定定真忝会喘、双脚会肿有只症头的人都要赶紧去心脏科做检查。66岁的蔡女士，半年前开始感觉家己爬楼梯、行路，甚至出来摒扫搬物件，拢开始喘，感觉吸袂到空气。到健康科检查也查袂出病因。后来变得唔敢甲朋友出去佚佗，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后来到心脏科检查，才发现原来是得心衰竭。行紧我会喘，行较紧就足喘呢。我妹妹，阮2个同齐睡，伊行拖头前，我行到后壁。想要甲救，我救拢救无啥出来安尼。医师表示，心衰竭就像心脏莫大电力不足，患者可能有心房颤动、高血压等强病症状。依照台湾盛行率来量算，全台心衰竭患者大约有70万人，也毋过确诊比例只有3成，可能有46万人得心衰竭，煞无就医。65岁以上的长者是高风险族群，一旦确诊，半数伫5年内将面临死亡威胁。所以，若出现较忝、喘、甲骹手胀、症等症状，就要提高警觉。心脏输出功能输出量会变少。那输出量变少的话，
那血液的话，它就会累积在刚刚提的在肺部的部分，在右心它会累积在这个下肢或者其他的周边的这个部分。医师提醒，心衰竭若是影响生理，也会影响日常社交生活。过去心脏收缩力无正常的心衰竭患者，即马已经有药物会当医治。建议有心脏疾病家族史的人，会当定期做健康检查，以确保心脏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国际电竞电玩产业展今仔开幕，因为已经2档无办咯，有真侪民众一早就去排队要抢买游戏相关的产品咯。业者嘛表示讲，因为疫情无法度出门，嘛带动游戏产业是愈发展。预估2024年全球游戏市场的规模会超过6条的代票。2、1，请开始。选好游戏的角色，大家组队伫线顶 PK。主持人伫边仔实况转播，现场气氛是闹热滚滚。从新冠疫情爆发了后，经过2年多，国际电竞电玩产业展总算是开办实体展，现场是一入来未少人认。我觉得很喜欢，因为这里整个场面都是我喜欢的，想要消费至少3000块，想要买自己喜欢的角色的周边。电动游戏抢市嘛带动相关产品的生理，有人一个手就买8000外。小济要买限量的商品，开钱是拢真拍手。大概8000左右吧，公仔，然后还有那个人形立牌，是限定的。线顶游戏有商机，类型嘛愈来愈多元。像这种人物养成的游戏，卖出家己就是内底的人物同款。业者强调讲，这种类型的游戏是愈来愈受欢迎，敢若爱时间免开钱，也阁会当学设计，因对相关商业的效益是真乐观。或者说你是一个设计师，你未来想要走设计之类的路，它其实都可以玩。目前我们全球已经突破100万下载。根据国际游戏研究机构的预估，全球电玩的市场未来几年内复合年成长率有达8.7%。2024年市场的规模可能会超过6条的代票。因为台湾在这波电竞的商机内底是掌握硬体开发的优势。不少业者拢投入开发新的商品，要来抢生意。我们自己的电竞手机，它在去年跟今年不同的款式之间，今年最新的电竞手机第一波预购就突破2500万，需求是成长了40%。疫情爆发以来，电动产业就一直在成长，全球耍电动的人数嘛已经超过30亿人，其中有超过8成是透过移动的装备伫咧耍。这样大庞的商机会带动台湾的供应链带来长期成长的动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布袋过高的建筑工哦，有8档历史的火顶夜巡的传统，嘛已经放列做无形的文化资产哦。昨日馆长洪忠良甲民众哦是夜火把甲新桥出巡，非常的热闹，咱做伙来看卖。6点头前，拢是信众嘉义馆长洪忠良嘛参地方人士做伙来拜拜，也正式展开暗时的火顶夜巡。规路人路讲是弄干闹菜菜，参加的信众手举火把围伫咧新桥边啊，甲家己布地的街仔路笑甲光影影。当年旧历7月初1日前3天，家己布地的过高建德宫拢会举办火顶夜巡的活动。庙方嘛表示，希望会当互愈来愈多观光客了解这项特殊的民俗活动。庙方表示，这项活动从清朝流传到今，主要是为着要安打当地民心，赶走鬼邪。去年因为疫情停办，今年参加的人是加了真多。嘉义县府嘛表示讲，这项日式的条件无同，除了会当避免日式的日头赤夜，嘛会当维持自早到今的民俗传统。即卖已经变做是全国性大家拢来参加的活动。伫农历7月是进前那先这个火灯夜巡新明顺利安宁我想祈求大家平安。嘉义县府表示，这项活动非常有地方的特色，也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已经是嘉义县定的无形文化资产。今年除了希望疫情赶紧退，庙方嘛甲旅游业者合作，要互更较侪人来体验嘉义的人文。记者综合报道。
咱再来看，今年是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启用100档哦。最近博物馆找到日本时代马桶，佮用来读水稻延档的黄砖啊哦，打算要来请专家研究，嘛要用数位方式来重建甲保存，互大家当愈较清楚来了解台湾的水稻历史。画面上看到这个长四角形的灰啊，事实就是100几年前日本时代利用马桶，顶面还有一丝一丝的青木花草，相当的雅气。但水稻伫20几年前捌征收，这个马桶就互人等伫路边无人知，资本互在地居民捡回去收藏。因为即马拄等博物馆100年的喜事，伊才决定佮关灯来赞助公彩。这个马桶也是吴子忠老爷爷他提供的，就是归还给我们馆方，希望我们可以把它进行更好的保存。那今年适逢水稻100周年，我们在预计会请专家学者进来对它进行相关的研究。除了马桶以外，水稻博物馆最近嘛开始来研究园区内底延档，佮意外收到当年的水稻工程师的后代子孙，特别寄来四块当时用来贴延档的红砖。每一个砖仔顶面，各有3只耐火连下会写，甲土巴塔白纸的字样，真有历史的价值。这些耐火砖呢，它其实上面都还有日本时候留下来的那些痕迹，像是它是属于什么公司等等的，其实上面的文字都还非常清楚可以看到。所以当我们在发脸书的贴文介绍耐火砖的时候，也有热心的网友他去帮我们找这个相关的公司是哪几间。中华水稻博物馆有一座。伫日本时代就起好的延档，因为当初是阮咧运送水甲台南市的过程内底，有2个所在用到电，所以呢，阮这个所在有当初是台湾南台应该是南台湾第一座火力发电厂。淡水稻自1922年就启用，当时是对站门溪抽水经过净化处理，才去送到20几公里远的台南市区。当时靠园区内火力电厂发电送水，官方打了拍算用数位方式，佮定建出电厂内底36公尺悬延档悬树的模样，望佮替南部的水稻建设留下见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东港有一个艺术家王山雄，伊用人食了就单调的鱼翅骨头，创造出鸟仔、蝴蝶等动物的造型哦。每一只拢亲像是真的同款，嘛真有特色。咱做伙来看卖。孔雀野啊白灵犀，每一个作品拢活灵灵，这拢是屏东的艺术家王山雄的作品，甲通常咱食无爱鱼翅骨头摕来创作。那伊别人的眼光可能伊鱼啊蹭蹭的。伊就等下甲迄叫恢复，但是对我来讲，这拢是宝。我所收集的鱼仔骨头吼，有60种啊。因为伊的造型无同，咱临时要创作什么作品的时阵，就用找到咱所需要的部件。王山雄15岁迄年，老爸教伊做头一只白灵犀了后，伊就产生兴趣，开始创作，打造买40件的作品。不过伊嘛唔甘，这个手艺未来可能会渐渐失传去。白灵犀这作品吼，伫咱东港是算流传较久的一个手艺啦。这老一辈的人介济拢会晓，但是伊较真流传较真吼，用要失传啊。真若以阮地方来讲，会晓做一只的人，可能无超过10个人。要创作一挂作品实在无简单，袂当惊臭腥味，而且有的鱼翅介油，一个无细致就会用断去，就要真定着。王山雄嘛希望透过这个作品，让这项工艺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3档前，台电公司伫新北市瑞丰水南洞13站遗址来点灯哦，打造天空之城，嘛真做是真出名的观光景点。今年的中秋连假嘛，阁要再来举办黄金圣诞艺术节，整修5档的金龟石神社嘛已经完成了，会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呈现。舞蹈家展现优美的姿态，象征今年的黄金圣诞艺术节特别开始。台电公司甲建筑师舞团合作，希望透过新兴的科技甲无同款的艺术，让民众看到设计金龟石神社的光景。也可以在你的 AR 的体验的过程中，去跟就是包含你的常常熟悉的社群平台，不管透过拍照体验，看到这一些过往的神社的状态，然后也可以在平台上面跟你的朋友做分享。台电这几档接管新北瑞丰的在地资产，2019年点光东北角海边的13站遗址，让黄金岁月再现。这届修复的金龟石神社是台湾历史上第3座神社，
经过5年的时间才完成修复。第一代的神社是一个木构，一个石造的，我们也特意把它留下来，算局部留下来哈。然后目前我们在这个入口处哈，那做了一个现代的仿的一个我们叫碧仪亭。台电公司和相关的厂商签约，艺术节按算伫今年9月中秋连假起稿，艺术家拢表示真期待。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下晡的天气，咱就看个关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